請聽神嘅説話。大能者神耶和華已經發言招呼天下，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從全美的錫安中，神已經發光了。係詩篇50篇1至2節。大家仍然站立，我哋有禱告嘅時間。慈悲嘅父啊，愛我哋嘅主耶穌，感謝你，感謝你嘅深恩大愛，感謝你俾我哋有一個咁美好嘅地方，去一齊同弟兄姊妹禱告。主啊，雖然呢2個禮拜喺香港發生好多大事，我未見過有場咁大嘅火喺大埔裏邊發生，裏邊有8棟嘅大廈，有7棟都燃燒，裏邊嘅死傷者超過150人以上。主啊，求你都安慰佢哋嘅家人，保守佢嘅靈魂。真係主啊，真係保守佢嘅家人喺盡快傷痛之中去尋找，可以離開，唔好傷到佢，真係太過入心。主啊，我哋要感謝你，仍然可以坐喺度向你禱告，真係我哋何等嘅福分。我哋呢班咁嘅罪人，真係有時覺得自己都係唔應該企喺度，但主啊，感謝你嘅深恩大愛，你俾我哋真係可以一齊禱告，可以企喺度，係你何等嘅福。我哋要哈利路亞讚美你。主啊，真係今日李金雄先生嚟到我哋呢度正道，求你將你嘅話語擺喺李先生嘅口中去説出嚟，俾弟兄姊妹去聽到而行道。等我哋可以貫徹主嗰個嘅意思，求主祝福成個流程，成個擺喺主嘅面前。我哋要感恩讚美我哋嘅上主。禱告係奉主耶穌得勝之名祈求，阿門。請坐。我哋有讚美嘅時間，請阿麥振勇執事。喂，聽唔聽到？好，弟兄姊妹早晨啊！正如啱啱主席所講啦，咁啊，相信大家呢1個兩個禮拜嘅香港人嘅心情都不容易啊！咁啊，我哋都一同去喜立啦！今日揀咗一首好有意思嘅聖詩，我哋一同去唱呢一首嘅聖詩，去為我哋嘅城市去守望。但在虛假歡樂
上主，我哋需要你嘅憐憫。我哋見到香港發生一個咁大嘅災難，都十分之痛心。願我哋都交託我哋嘅悲傷、我哋嘅眼淚、我哋嘅憤怒，願上主去醫治、去憐憫嗰一啲喺災難裏面失去家人、失去家園嘅生命，亦都求主讓各方面都有聰明智慧去妥善咁樣處理呢一件嘅災難，亦都求主去保守我哋嘅心，讓我哋嘅心有平安。我哋都要去學識去關懷，去行公義、好憐憫，去一同去守望我哋嘅城市同埋我哋嘅鄰舍。以上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大家請坐。而喺呢首歌呢，就叫做《保守我心》啦。咁啊，出自一段好熟悉嘅經文啦，就係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咁啊，記住喺箴言4章23節。咁呢首歌呢，係有啲大家應該唔係好熟悉嘅，同埋係有啲難唱嘅。咁啊，大家都嘗試去跟一下。主，這是我的懇求，祈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主，這是我的呼求，輔助我勝過一切罪惡。有些時候單單偏愛自己，有些時候執意偏行己路，但在你裏面有豐盛的愛，能讓我在愛裏從頭開始。保守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一生果效是由心發出，讓我確定你的愛是何等的大，像天離地有多高，或東離西有多遠，你叫我哋再唱多一次啊！我的主，這是我的呼求，祈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主，這是我的呼求，輔助我勝過一切罪惡。有些時候單單偏愛自己，有些時候執意偏行己路，但在你裏面有豐盛的愛，能讓我在愛裏從頭開始。求你保守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一生果效
是由心發出，讓我確定你的愛是何等的大，像天離地有多高，或東離西有多遠。你叫我過犯，離我也多遠。冇錯，我哋要保守我哋嘅心。而我哋都去仰望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嘅痛苦讓我哋有平安，佢嘅刑罰讓我哋有醫治。而我哋都將上主喺十字架上嘅事件作為我哋嘅提醒。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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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十架前，你為我釘身，全因耶穌，你為我捨身，潔淨我的污穢，賜下憐憫。他受刑罰，讓我得平安；因他受鞭傷，使我得醫治。為我擔當痛苦憂患，醫好我，讓我得釋放。因他受刑罰，讓我得平安。因他受鞭傷，使我得醫治。來頌讚，來歡呼，今我瞎眼得看見，向我主歌頌，直到永遠。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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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十架前，你為我釘身。耶穌，耶穌，你為我捨身，淨我的污穢，賜下憐憫。因他受刑罰，讓我得平安；因他受鞭傷，使我得醫治。為我擔當痛苦憂患，醫好我，讓我得釋放。因他受刑罰，讓我得平安；因他受鞭傷，使我得醫治。來頌讚，來歡呼，今我瞎眼得看見，向我主歌頌，直到永遠。因他受刑罰，讓我得平安；因他受鞭傷，使我得醫治。為我擔當痛苦憂患，醫好我，讓我得釋放。因他受刑罰，讓我得平安；因他受鞭傷，使我得醫治。來頌讚，來歡呼，今我瞎眼得看見，向我主歌頌，直到永遠。因他受刑罰，讓我得平安；因他受鞭傷，使我得醫治。來頌讚，來歡呼，今我瞎眼得看見，向我主歌頌，直到永遠。請主席。
讀經嘅時間。請大家打開我哋嘅默水第5頁，經文係記載喺馬可福音6章30至44節，一共15節嘅經文。我會請弟兄讀單節，姊妹讀雙節。咁今次係姊妹讀先嘅，準備啦，1、2、3，姊妹。他就說：你們來同我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這是因為來往的人多，他們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眾人看見他們走了，有許多認識他們的，就從各步行，一同跑到那裏，比他們先趕到了。天已經很晚，門徒進前來說：這地方偏僻，而且天已經很晚了。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給他們吃吧。門徒對着他說：我們拿200個銀幣去買餅給他們吃嗎？耶穌吩咐他們，叫眾人一組一組地坐在青草地上。耶穌拿着這5個餅和2條魚，望着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擺在眾人面前，也把這2條魚分給眾人。門徒把餅和魚的兌現收起來，裝滿了12個籃子。請大家保留經文，係今日正道嘅經文。今日嘅題目係：你在祈求什麼神蹟？本來係普世歡騰、火樹銀花嘅聖誕節，一場火令我哋整個城市受傷，我哋俾嗰啲災情、眼淚、傷痛同埋生離死別嘅畫像，我哋係同樣係傷痛。當世上有大型嘅災難，無論係天然災難、人為嘅災害，而有好多人失去生命嘅時候，人都會問一個問題。啲問題過去幾年我都不斷俾人詢問，大部分人我哋好近，於是我哋覺得痛。但我哋可曾知道喺烏克蘭、喺加沙，其實一段幾年嚟，每日都有數以百計嘅無辜人，砰一聲就冇咗啦。人問咩問題呢？如果上帝係慈愛、係公義，何以容許世上有咁多不公義、咁邪惡、咁殘忍嘅事情發生呢？你有冇問過啊？上帝點解你唔出手呢？上帝點解唔用神蹟去拯救呢？我哋好容易不斷去詢問苦難嘅問題。呢個問題冇簡單直接答案，但係我係好認真去研讀聖經，我哋好用心去研讀約伯記，好用心研讀福音書。耶穌其實有幾次係間接回應到呢個問題。有幾點關於問題嘅重點同大家分享下。第一，喺聖經當中，苦難同恩典呢兩個詞彙係並存嘅。
所以當世人受苦嘅時候，上帝同樣傷心。就當有啲年輕嘅父母或者有啲長輩，當你嘅幼嬰兒病咗痛咗嘅時候，你係咪話我寧願嗰個病痛喺我身上，唔好令佢受苦啊？嬰兒唔知道咩個痛苦，但係佢會喊。但上帝知道個痛苦，上帝都會傷心。天上嘅靈係會傷心，但就係唔好將一切嘅責任推俾上帝。上帝點容許嘅事情發生呢？其實當罪進入世界，世界有好多嘅其實被扭曲咗嘅事情，唔好將一切嘢歸俾上帝。第三個就係你唔好問點解啊！你知道點解係點啫？知道點解係冇用㗎。同埋呢個問題係即係人類歷史上所有嘅政治家、宗教家、哲學家，其實都係尋索㗎，都冇一個簡單答案。喺我年輕嘅時候，我努力去認真去思考，認真去睇聖經，認真思考我信仰。我20幾時候開始問個問題：上帝點解世上有咁多不公平嘅事情？你容許咁多苦難發生？但係上帝教導咗我，你錯啦！你不能質問我，你不能問我點解，你應該問我：上帝啊，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我能為你做些什麼？係 how 唔係 why。人總問點解嘅，但係面對啲問題，我哋無法去參透。上帝作為人不能參透嘅，聖經嘅奧秘我哋不能參透嘅。上帝幾時出手，幾時用神蹟，我哋唔可以預知，亦都不能我哋點上帝做嘢，我哋俾上帝點我哋點樣做嘢。所以今次喺唔係全城去歡呼迎接聖誕，而係全城去哀悼嘅時候，即係睇見好多教會啦，好多平常人啦，唔一定基督徒噶，唔好覺得基督徒係你特別多愛心啊。其實我哋嘅愛心有時候咧都好多掣肘噶，都睇見嗰種嘅感同身受，嗰種嘅愛出翻嚟。有人話我哋失去咗香港精神，過呢個禮拜我哋睇見，我哋揾翻。所以每喺生命生死面前，每人都要顯得謙卑。你唔好覺得你自己好叻，你覺得你自己比別人係睇得通透啲，你要同樣嘅謙卑。我寫俾一啲受傷痛嘅家庭，一啲做到累低嘅教牧同工，我寫咗7個字：有燈、有人、有上帝。喺黑暗時代，仍然有燈；喺傷痛自私嘅時代，仍然有人。而最重要，我哋仍然有上帝。今日我講呢個講題係大家好熟悉嘅5餅2魚嘅故事，但係以前我哋係好粗枝大葉去睇個耶穌嘅神蹟。有一個好古老嘅唔好笑嘅笑話，好有意思嘅。或者喺傳教士、宣教士最初嚟中國傳福音嘅時候，其實遇到好多文化衝突，特別農村社會，其實冇人去聽耶穌嘅。所以有位外國牧師，佢好叻嘅，佢就喺個教堂前邊整呢個電燈管。嗰啲喺農村嚟講係好神奇嘅科技嚟嘅。寫住信耶穌得永生，但呢幾個字雖然大家好好奇，每日經過睇下，但係冇人願行入教會。有一日，
啲牧師最準備崇拜時候，其實崇拜得10幾人嘅啫。突然間有個負責招待嘅人走入嚟話：牧師唔得了啊！出面排晒長龍湧入嚟啊！哇！牧師話神蹟啊！神聽禱告咯！哇！神終於打開呢個福音之門啊！開門一睇，確實好多村民係等待緊進入教會。牧師抬頭一望就知道發生咩事。原來嗰個光管壞咗，信耶穌得永生有幾個膽燒咗，變成信耶穌得水牛。大家就為咗水牛而嚟。呢個笑話並不好笑，其實講出今時今日我哋好似嗰啲無知嘅農民一樣，係有某種嘅好處、某種嘅福利，我哋信耶穌。我唔知有冇家長，即係我聽太多故事，好多人要求我，李生你識好多幾個學校，可唔可以幫我寫封信啊？甚至好多人因為要入啲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學校而加入教會。邊個靈邊個幫到我啊？神，我咪信邊個咯。於是發覺佢無法入呢間學校，於是咧唔單係冇返教會啊，淨係咧咒罵呢個天主教，咒罵基督教，鬧啲牧師，鬧啲神父。啲人諗下上帝會唔會祝福佢呢？但有時候我哋信主信得耐，都會變成一種嘅叫做宗教消費主義者。有時候都明白到，好似聚會中心咁嘅教會，其實好用心去經營，長執傳道做到咧，即係攤腰，但係好難有增長。點解呢？限於呢個地方嘛，限於我哋嘅硬件、軟件、設備。其實人總係仰慕啲大教會。即係一流嘅音響，一流嘅敬拜隊，一流嘅燈光，一流嘅冷氣，坐得好舒服嘅。喺神眼中，教會不在佢嘅大，不在佢嘅硬件，而在於侍奉人員嘅心態。所以守住少少嘅聚會中心，而喺呢個旺角呢個剛才唱嘅詩，我唔知大家咁認真去睇下第一節，其實講緊旺角㗎，即係講緊嗰啲流行嘅色情犯罪貧窮，呢就係整個旺角特色嚟嘅。所以大家要保持一個真係向上仰望嘅心。講今日呢個熟悉嘅故事，我哋睇睇啦。其實呢個嘅記載咧喺幾卷經卷都有記載，所以我哋不妨咧有時間，我哋要即係幾卷經卷嚟睇。因為有啲嘅經卷咧有啲有記載，有啲冇記載，所以你一齊去睇晒咧，你就可以綜合到整幅圖畫。耶穌傳道生涯好疲累，因為佢係太愛惜生命，只要有人嘅地方，佢就不停下來㗎啦。於是好長時間嘅講道，好長時間同門徒一齊，大家都攰啦，係既倦亦都飢餓，人太多啦，又冇得時間食飯，於是就坐船去到荒野地方避一避，揾個地方歇一歇啦，唞下氣啦。原來冇得唞嘅，咁原來好多人呢都知道你走去邊噶啦，想比佢哋更加早去到呢個對岸嘅地方，走到嗰度。耶穌出嚟，應該就上咗船，落船。咁多人嘅，耶穌又動了慈心，憐憫他們。有時候喺教會侍奉好攰嘅，因為我要趕翻去保會去開一個好重要嘅聚會，因為我係主席嚟嘅，都攰㗎，所以我一陣講完道要走㗎咯。咁食個漢堡包又要趕翻去啦。星期日大家都希望舒服同家人去飲下茶傾下偈，但有時候做教會領袖就係咁頻頻撲撲。
但係呢個值得嘅。耶穌出嚟見到大群人就憐憫他們，點解一個好似羊冇牧人一樣？於就開始教導他們許多事。耶穌嘅教導好特別嘅，佢既講好多好深嘅例子，但係其實呢，佢透過每一個場景啊，每一個場景係能夠帶出嗰種係超乎語言能夠表達嘅信息。呢個喺傳統教會，我哋一板一眼嘅講道好難學到嘅，好難學到嘅，就係喺個場景當中，我哋運用個場景嚟到去講述。飢渴慕塞嘅群眾動了慈心嘅基督，於是另一場大型嘅講道會就喺嗰個荒野地舉行。講到咩時候呢？天黑啦。第33節，好晏啦！門徒話：哇，呢個地方好偏僻，又夜啦，喂，叫你走啦，冇飯食嘅喺度。耶穌話：咁你哋俾佢食啦。嗱，呢句説話語帶相關。耶穌係透過每個場景去教導佢門徒，俾佢食，唔單止俾食物食。就係餵養我嘅羊。剛才講到佢哋好似羊冇牧人一樣啊嘛。我哋做主嘅門徒，做主嘅跟隨者，我哋就要去負責餵養群羊。嗱，所以呢個係語帶相關，既係要俾佢哋解決口腹之欲，肚餓啦，但更加要讓佢哋靈性得着飽足。俾佢食啦。其實門徒耶穌講説話係考核嘅門徒。其實第一次講到耶穌喺嗰段時間係講咗好多信息俾門徒嘅，佢聽咗啦，你聽好個年度啦，你識講道啦，但明白幾多呢？做到幾多呢？我識唱好多好感人嘅詩歌，唱咗唔等於做到，聽咗都唔等於你真正明白。於是耶穌就俾佢哋一個考驗。門徒對他說：嗱，呢個門徒咧睇其他嘅福音書就記載呢人叫腓力啊。點解腓力咧？腓力係佢哋管家嚟嘅，即係佢哋師徒13人一切嘅起居飲食咧，總有人分工噶嘛。嗱，嗰個叫做腓力。咁腓力就話啦：哇！我哋就算200個銀幣去買，其實200銀幣佢都冇嘅，邊度咧？佢冇錢佢哋啊！都唔夠啦，咁你去睇下，去搜集下有幾多個餅，去睇下啦。冇錢買，咁咪睇下佢哋當中有冇人有足夠糧食，即係咧唔係用錢買嘅，現成嘅，揾得出嚟。他們知道就説有5個餅2條魚。嗱，呢個邊個嚟嘅咧？嗱，你睇第二段嘅福音書記載，呢個叫做安德烈。嗱，安德烈有個角色嘅喎。安德烈咧，當佢唔係耶穌最器重或者最親密嘅幾個門徒，腓力係管家。安德烈個角色咧，佢就做咩咧？佢就好懂得咧，去周圍去捐窿捐罅，去聯繫其他人嘅。嗱，喺教會當中，我哋有腓力嘅，有啲嘢咧冇腓力做唔到噶。我睇你又幾時又聚餐啊？又去聚餐，又去郊遊啊，又聯歡會，好多嘢搞喎。邊個做啊？啲有教你哋有聚會中肥力噶嘛？梗有啲人咧係好叻做呢樣嘢嘅，冇肥力又唔得嘅。有個肥力，有個安德烈。安德烈做咩咧？其實教會咧有好多教會都曾經我哋教會都做過，叫安德烈運動。咩安德烈運動啊？將人帶到教會，或者咁將人帶到耶穌面前，唔係個個都識講道噶嘛，唔係個個都好懂得去傳福音，有啲係真係唔識噶。佢限於佢各方面嘅條件，但總有啲人呢，佢係能夠將人帶翻嚟嘅。安德烈喺聖經嘅當中有好多次，當人要去見耶穌，去問耶穌好多嘢呢，邊個帶佢嚟噶？安德烈咯。安德烈呢，就係呢個團隊嘅公關嚟嘅。
搞公共關係，搞得好好啊！所以我哋有啲安德烈，將人帶到神面前。我唔識講噶，我唔識咁多技巧噶，又唔識唱詩，但係我將人帶翻嚟嗱，最中心好需要，我哋有腓力，有安德烈嗱，呢個團隊呢就可以建立，所以唔好睇小自己。所以我剛才講過嗰係腓力，就係睇約翰福音就知道嗱，呢段説話呢係耶穌同腓力嘅對話。有一個門徒就睇約翰喎，跳到約翰啦，就係西門彼得嘅弟弟安德烈。有個小朋友帶住5個餅2條魚，但係點分呢？2條魚其實有類似我哋而家即係古老人而家咧後生仔唔食嗰啲鹹魚乾咧，即係曬乾條魚，唔係新鮮魚。5個大麥餅不過咧呢個咧其實足夠家人食嘅，不過就不可能係讓幾千人吃飽。但係神蹟出現啦！啲神蹟嘅前奏係耶穌去考驗嘅門徒，門徒就去揾啊，唔係坐喺度喎，翹埋喺手，你乜都唔做嘢喎。好多時候都係咁嘅，好多教會我祈求教會人數增長福音遍傳福音遍傳香港，咁唱喺度唱首詩，祈下禱，咁去飲茶噶啦噃。你做過咩啊？你乜都冇做過，乜都冇做過。但耶穌就喺整個神蹟過程當中，其實佢考驗門徒，佢考驗腓力，考驗安德烈。於是呢個時刻嚟到，耶穌叫你嗱一早坐喺青草地，咗啦150嘅。點解咁叻嘅咧？嗱，都有了解一個傳統。猶太人從出埃及開始咧，佢哋好懂得組織，一個百人小隊。即係佢整個12支派，佢好懂得係透過一個排列整齊，自己會懂得排隊嘅，好叻㗎，好有紀律㗎。100人一隊，所以佢係50、100嗱。所以點解數到咁多人出嚟咧？斷估啊？唔係斷估㗎，係數到嘅男丁男嘅有5000，加埋啲女嘅小朋友。應該大概8000人，一組一組嘅坐低，耶穌就攞住5個餅2條魚，望天祝福，擘開，遞給門徒。嗱，呢個動作，剛才大家即係我好記得，我第一次嚟聚中心聚會呢，有一樣好唔慣嘅，你係將嗰個主餐擘餅時刻呢，係放咗喺崇拜之前嘅，咁其實一般教會都喺崇拜嘅後半段舉行嘅，咁所以你哋比較特別啲嘅，正係如此。我相信你哋嘅領導，我唔知係咪柱哥啊邊個咧？佢定啲規則係有意思，就係佢特別將嗰段時刻係好睇重，唔係行禮如儀嘅。唔係好似總之係一般教會1個月1次，你哋好個禮拜有啊，個禮拜有，好重視一樣嘢嘅儀式有多種，大教會小教會唔同嘅。譬如我哋教會1000幾人聚會，我哋要用好多嘅司事咧，係托住啲餅同杯咧，一路仲有2層樓、3層樓咁分配好晒。動用幾十人嘅，咁先能夠喺10分鐘之內完成嘅。你哋比較簡單啲係嘛？5分鐘搞掂啦。但係呢個神聖時刻，其實我哋不斷去回顧一般嘅主餐禮物，用翻哥林多前書，耶穌被賣嗰夜點。但係呢個擘餅時刻喺耶穌受苦前嗰個最後晚餐前係出過好幾次，拿住餅望住天祝福。所以大家下個禮拜開始，每逢呢個擘餅時刻，都記住呢個神蹟。我哋係同
耶穌遙遙相向，我哋延續緊呢個神蹟。主餐既係一種嘅合一，紀念主嘅受苦，同埋呢嗰個係睇見神耶穌嘅身體擘開，可以滿足好多人。我哋延續呢個神蹟，係將愛傳開，將福音傳開。於是咁樣分啦，佢都食啦，哇，食得飽飽。門徒將呢啲嘢呢，嗰啲零零碎碎呢，12籃子，咁啊男人就5000嗱，啲數字好清楚嘅。點清楚呢？因為猶太民族好有秩序嘅，佢哋排得係好整齊嘅，係100人一組呢，係自己坐得好整齊，同埋好重要。剩低12籃子，有人又會話啲係12支派等，呢啲係冇乜必要嘅解釋啊。總之係綽綽有餘，唔單止係足夠，係有剩。主要恩典係有剩嘅，剩咗恩典啊，仲要將佢栽滿嘅。我哋唔好將啲恩典流失，因為呢啲神聖時刻嘅一啲嘅副產品咧，嗱，我哋都要珍惜啊！所以我哋要好珍惜我哋喺神裏邊領受一切嘅嘢啊！聽完呢個大家好熟悉嘅故事，有咩嘅重要呢？施比受更為有福。你所祈嘅時候，即係咩呢？好多時候我哋係受嘅，希望係受惠一個。我剛才講過喺基督教嘅信仰當中，聖經教當中，我哋並冇一個咧因果關係。但係中國傳統嘅思想，包括有其他好受中國人歡迎嘅宗教，都講因果㗎。你嘅前世、今生、你嘅來世，點解你要受苦啊？你前世作業啊？點解你今世得福呢？你前世做好事咯。但係聖經唔係咁睇嘅。有一組好重要經文講明一樣嘢：你們得救是咩啊？本乎恩。有人若信，不是出於自己，亦都不是出於行為。嗱，呢個好清楚。我哋嘅得救呢個救恩係神所賜，但係咧你又要信，兩樣嘢嘅。神賜嘅救恩，我哋又信咧，咁就得噶咯。唔係出於自己，又唔係出於行為嘅，免得有人自誇。喺神眼中，其實並冇一個完全嘅人，人不能靠自己嘅善行去得救，亦都不能咧因應某啲人去受苦，而覺得唉，佢梗係前世做錯嘢啦。記得耶穌都有一個嘅神蹟醫治瞎子，一個生出嚟就盲嘅人坐喺城門口。耶穌就嗰啲門徒就喺度評論啦，啊，你話係佢做錯事咧，佢父母做錯事，佢生出嚟就盲嘅咧？耶穌話唔係，而係我要喺佢身上顯出神嘅恩典出嚟。所以記住，我哋唔好去咒詛或者將因果定律放喺度啊。即係如此，我哋嗰個信仰有時候喺中國人嘅社群當中，有時係困難嘅。點解？因為大家都希望嚟教會，我追求信仰係攞着數啊嘛。當然唔係物質上數，唔一定話要仔女入到學校，而係點啊？我係能夠趨吉避凶，趨吉避凶，神靈保護，趨吉避凶嗱。但好多時候，我哋要睇翻一樣嘢，就係好多人去期望一樣嘢，但係你睇聖經。背起十字架跟隨我，你係受苦噶。走上十字架路有時候要付出嘅。你係一個施予人啦，一係一個祈求被祝福嘅人呢？我哋翻嚟教會祈求咩神蹟呢？你 give 一係 take 嗱，呢個就係讓我哋每個信主好耐嘅信徒呢要重溫。咩叫生命真正嘅奇蹟？我成日好望有奇蹟出現啦，
病咗嘅唔使點睇醫生啊，醫生話冇啦，咁佢有啲自己會好翻。當然我都經歷過好多神蹟，但我經歷更多唔係神蹟，即係 cancer 能夠好神奇地好翻係有，但大多數呢都係死。有咩唔同啊？我信耶穌同唔信耶穌都有生 cancer 噶，咁信做咩啊？有一次我記得教會有老姊妹末期，我喺醫院探佢，咁已經好虛弱。我話姊妹，我嚟為你祈禱啊！我唔敢求神醫治佢啊，醫治係冇得醫啊！我求神減輕你痛苦啊！嗰姊妹，我本來係安慰佢，叫佢安慰翻我。佢話會咗，我係好痛，但我冇苦，因為有主我同在，我只係痛，我冇苦。聽唔聽得明啊？上個年紀周身痛噶啦，我都痛噶，多年嘅勞損，過勞過累，積咗好多身體嘅問題出咗嚟，會痛，但冇苦。真正嘅生命奇蹟係喺種種嘅困難、絕望當中。我哋唔單止自己仍有呢個盼望，我哋仍然去幫到睇到周圍人，讓其他人都得到。因為有燈、有人、有上帝，你就是那燈，教會就是那燈。我哋係人，我哋就係基督徒，我哋有信息嘅。最重要，我有上帝。你為咩而信主啊？係咪有咩神蹟奇事啊？你就係個生命嘅奇蹟，每人嘅生命嘅轉向就係一個奇蹟。咩叫心靈嘅飢渴缺乏呢？整段經文五餅二魚就講到，其實好特別嘅。耶穌同十個門徒其實都係心力交瘁，嗰班追隨者同樣係挨飢抵餓去渴求真理。佢哋冇諗住嚟去呃餐食嘅，冇諗住嘅，冇諗住咁嘅咩樣嘅神蹟，但係佢哋仍然要追隨，因為佢哋好似羊走迷，心靈嘅飢渴比肉體嘅飢渴更加大。其實好多明理人都知道，呢場嘅火，大家唔使再捐錢啊，30幾億啊，政府唔知點用啊。其實我聽到習主席一講關心呢件事件，我知道唔使捐錢啦。嗰啲大商家、大孖沙一定會響應嘅。但係重要就係要重建好多嘢容易，心靈嘅重建係困難。所以我未來嘅日子可能都要做出你嘅支援。錢唔多咯，靠我奉獻梗係唔得啦。錢唔係重要，好多心靈嘅重建。多年嚟有幾間大埔教會都係我好緊密，咁啲教牧同工都係我好嘅朋友，我長期支援佢哋嘅。有咩佢哋會揾我，其實都筋疲力盡嘅咯。70幾歲仲到處奔跑，能跑多遠就跑多遠，能點幾盞燈就點幾盞燈，因為呢個世界上太多飢渴缺乏嘅人、迷失嘅人。咩叫同愛心嘅傳遞呢？要唔要為主付出呢？剛才幅圖畫呢，好特別嘅，呢個神蹟係好多嘢加埋一齊嘅。當然耶穌個祈禱最緊要，但係有腓力。腓力講出個需要，有安德烈聯繫咗個小朋友，耶穌攞住咩言就向天祈禱，
而呢班嘅猶太人係好整齊地冇搶㗎，好嘅地去守秩序地，好讓啲神蹟圓滿地進行。嗱，當中有一個聖經冇講到動作喺想像當中，上幾千人喺好短時間之內要傳遞咗食物係點啊？一個傳一個，排列整齊嘅百人隊伍，一組一組就將餅同魚傳開去。呢就係愛心嘅傳遞。你都有一棒嘅，當啲魚同餅傳到你嗰度，你領受咗，你食飽咗，記唔記得要傳俾其他人咧？我哋喺主裏邊領受咁多嘅福分，咁多嘅平安，難道就自己自我滿足咧？我年青時好中意首嘅英文詩歌叫 Pass It On， 將光傳開去。一個我覺得年青嘅時候去夏令會一個晚上，我哋唱一首歌嘅時候，就大家攞住支蠟燭，一個點一個，一個點一個。我記得嗰幅圖畫震撼咗我，我就立志我要成為一個傳遞燭光嘅人。喺黑暗世代，我哋都要成為一個傳遞燭光嘅人。黑暗世代，我哋仍然去點燈。你可能都好多嘅煩惱，好多唔開心，好多壓力，有好多嘅眼淚痛苦，有時候你都唔敢攞返嚟教會傾訴。記住，當你好絕望、好傷痛嘅時候，有燈，有人，仲有咩啊？有上帝。同心祈禱。天父，多謝你今日嚟到聚會中心同親愛嘅弟兄姊妹一齊分享。願呢班係蒙恩嘅得救嘅信徒，我哋能夠喺咁多嘅先賢嘅牧養底下，我哋一路一路去成長，叫我哋唔單止係照顧咗自己嘅生命，更能夠透過今日嘅信息，讓每人都反省到我能為主你做些什麼。咁多人如羊走迷，咁就係心靈嘅飢渴缺乏。我呢班得到飽足人，難道就喺度自我滿足咩？願主再啟導我哋每個人，好讓每個人都得個警醒，我哋能夠繼續將聚會中心能夠喺旺角呢個嘅樓層裏邊，成為社區嘅一盞明燈。禱奉耶穌名求，阿門。好啦，我要宣告退啦，咁啊希望明年仲可以再嚟啦。不過後年唔知啦，因為我會承擔教會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就要推動呢個普通話事工，我叫華語事工，好緊要嘅，好大嘅工程。但係神要揀選我，冇辦法啦，咁就盡力而為。所以未來可能會減少啲對外講道嘅時間，要留多啲時間啲舞會咧講普通話啊。所以大家有機會也邀請到我們的教會去參加我們的華語崇拜。我叫華語崇拜，唔叫普通話㗎。點叫華語咧？咁有機會再同大家解釋下啦。好，多謝大家。回應嘅時間，請司琴同我哋彈《仰望十架》。大家喺琴聲裏邊思考下今日嘅阿李生所講嘅道。
週金句。請大家打開我哋墨水第一版。大家一齊讀出今日嘅金句。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16章33節。跟住就係報告。今日報告都幾多嘅，有9樣嘢。第一樣嘢講開心先，唔好講啲唔開心，因為太多唔開心嘢啦。會有消息，邱家瑞弟兄同埋歐卓琪姊妹將於本年12月27號星期六下晝2點半喺九龍塘又一村達之路12號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堂舉行結婚典禮，誠請各弟兄姊妹蒞臨，共證婚盟，一齊分享新人嘅喜悅。呢個就係好開心嘅消息啦！我哋應該我哋個新郎哥就喺後邊啦，新娘又喺後邊啦。好啊，到教會消息。第一點就係誠謝李金雄先生蒞臨正道，願主堅立他僕人所作的一切聖工。第二點就係又係都好消息。今日崇拜之後，我哋會舉行愛筵，弟兄姊妹呢，與親朋戚友可以一同出席愛筵，體驗合一相交，建立關係。第三點就係2026年嘅獻花表已經貼喺2樓，弟兄姊妹可以喺表格上認購。獻花嘅金係同埋而家嘅錢一齊可以奉獻嘅，但喺奉獻封裏邊呢，就寫翻個獻花日期同埋金額，先放入個奉獻箱裏邊。第四點或者第五點啦，今主日下晝2點，將於教會2樓舉行新舊執事聯席會議。請長老、傳道、執事、後任執事、幹事留意準時出席，並歡迎弟兄姊妹列席旁聽。跟住就係頭先李生都講過，我哋好多嘅活動啊，將會2025年嘅聖誕聯歡會喺12月13號星期六，地點就喺教會3樓2點半至4點半舉行嘅。到時有詩歌啦、遊戲啊、禮物同埋食物嘅，歡迎家長及同學及新朋友參加。跟住就係大家年都好中意去嘅啦，就係報佳音啦。將於12月24號晚上星期三晚上舉行，6點半至7點半有簡單嘅晚餐，7點半就排練後出發去報佳音。我哋會喺旺角3處地點嘅。為咗配合政府嗰個遊行及集會條例，上限係30人，包括兒童，必須報名。報名表呢已經張貼喺2樓㗎啦，請大家喺2樓報名啊！第7點就係福音主日喺12月28日舉行嘅，題目係假的真不了。經文係羅馬書1章20節，係我哋嘅黃桂兒姑娘，係黃桂兒傳道係負責嘅。你係咪是否懷疑曾經相信嘅嘢係咪真嘅呢？到時咧仲有見證分享係曾玉琪夫婦，鼓勵弟兄姊妹邀請你嘅親朋戚友係未信嘅朋友參加，領人歸主。第8點就係我哋感恩年會暨執事按立同埋感恩聚餐，喺明年1月4號，即係2026年1月4號喺本會堂舉行，屆時係舉行時間係10點鐘開始，敬請留意啊！唔係而家11點啊，係10點鐘開始啊！感恩年會之後呢，我哋就去雅蘭中心嘅3樓稻香超級漁港彌敦道639號進行聚餐，餐券已經發售㗎啦，可向幹事購買。咁費用上次都講過啦，跟住就係祝禱，請大家起立，請歐文傑長老。都有祈禱。天父，我哋
咁你讚美你自己喺俾我哋生命裏邊有好多嘅恩典、豐盛嘅美好嘅憐憫。最後我哋再一次即係享受呢啲嘅恩典嘅時候，我哋知道我哋點樣需要去將佢傳出去，將佢成為人哋嘅祝福。就要親手去繼續保守看顧我哋每一個，都唔係一個自私自利嘅人。但係將你嘅恩典擁有嘅時候，要將佢成為一個嘅真係叫弟兄其他嘅人可以享受你恩典嘅機會嘅人。主啊，願你親手繼續去看顧、帶領、保守我哋，願意你嘅靈繼續去幫助我哋，叫我哋喺一切嘅城裏邊都有你自己嘅能力。榮耀再一次歸俾你，祈禱係奉主耶穌的名求，阿門。請主席。請大家仍然站立，我哋一重唱三一頌。讚美頌神萬福之歌，世上萬民讚美主呀，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門。請坐。今日傳信息嘅聚會正式完畢，大家默禱之後可以散會。如果留低喺聚餐嘅呢，等大家幫手啊，可能我哋會有人安排咁樣。